风翔，临危轻一击，三王克隆不困，加油！这场拳赛我们之所以说是比较值得我们期待的，因为阿里木乌首尔这名拳手在本次权力联盟之前的比赛当中3战全胜，而且3次全部都是 KO， 是一名攻击力非常强的拳手。而他的对手宋曙光呢，这名拳手画画的不错，在拳台上面呢打的风格也非常硬朗。之前的2次出场比赛是1胜1负，这场比赛很期待2个人的表现啊。当然，我们更正一下刚刚这个。我们现场的主持人王厂长的资料啊，这个阿里木身高是1.68米啊，应该没有1.83米啊，他有1.83米。王厂长确实是1.92米，我估计2.10米了。这场比赛，阿里木呢身高是1.68米，但他的臂展呢到1.71米啊。哎呦，好拳！哦，漂亮，漂亮，漂亮！我们看阿里木，这是他的技术，就是在后撤的过程当中，看起来是对手在追击，但是他的前手拳打出来，把对手打倒了。哦，厉害！第1回合就出现了1次击倒，难道这会是今天晚上的第1次 KO 吗？哦。漂亮！阿里木的后手拳是很凶的啊，宋曙光的重心有一些偏前了。这么打宋曙光很危险啊！你看一出拳就被阿里木找到机会。我们看他的后手的腹部勾拳，啊，臂展非常好，后手拳确实是厉害。对手呢，这个回合吃了1次被击倒的亏之后啊，现在情绪上面也受点影响。这么打下去，裁判恐怕要要判停了啊！别打了，别打了啊 ！TKO，首回合还剩1分钟 ，TKO， 果然不负众望啊！阿里木乌首尔成功的战胜了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当中令大家印象更为深刻的是那次在后撤步的过程当中的那一次击倒，非常棒。我们的蝎子王一上台，刚刚资料里面写我们的蝎子王，我们阿里木身高1.83米，但是我站在他身边，我知道我的1.92米的身高也是准确的，但是我们刚刚是个失误啊，其实他的身高是168公分。那么果然真的很吓人。我知道今天晚上到第7场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个 KO 是肯定会出现的，因为我们的红脚的阿里木参加了4次比赛，4场全部都是 KO 获胜，没有败绩，也没有打平过，全都是 KO， 非常可怕的一个拳手。但是我们掌声还是要给一下来自大连的宋曙光，好吗？打了开场非常有气势，非常的有气势，但是在移动步伐的时候，可能自己一下子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步伐。哎，还是给我们大连的汉子一个掌声。好，请我们2位选手赶快到前台当中集合，谢谢。本场比赛的 winner is red corner 红脚阿里木首尔，第1回合1分57秒以 TKO 获胜，也是今天晚上第7场比赛来的第1次。